殿下，殿下，你要的东西到了。和我，《论语》我早就背熟了。您打开瞧瞧。这可是新上市的春宫图，小宝淘了好久才淘到的。殿下，您还满意吗？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这可是花了不少银啊！吃了就不要了，下次再买新的。那我扔了。嗯。殿下，我走了。都麻利点，洗干净啊！你腿脚不便，不能蹲久了，待会儿我帮你洗。别说我了，好好看你的手吧，保护好你的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咱们工壁啊，谁不是粗手粗脚？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！什么叫工壁就要粗手粗脚、粗衣恶食啊？我们光荣的打工人就应该更加的爱自己，知道吗？我帮你把水泡挑破，这样好得快。你这脚啊，这几天都不方便了。我这脚是真疼啊，司殿下。都接着干活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粗衣恶食，看来昨日给你的报答不是很满意。司殿下是过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不喜欢看笑话，我喜欢听故事。但是我不能再给你讲故事了。昨天给你讲一次故事，差点把我腿跑断了。我怎么记得某些人说过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呢？下去吧。是。不要再笑了。跟我来。我不走。看来是被我连累的。你放我下来，立刻马上。别，我后悔了。你不是要我把你放下去吗？我反悔，这样抱着也行。行吧，看在你积极认错的态度下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继续抱着你。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，我不积极配合攻略一下，岂不是不给面子？哇，这侧颜真可以啊！陆冉冉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可得完成任务才能回家。说说吧，啊，今日要讲什么故事？啊，系统总是能在我面对困难时毫不吝啬的再踹我一脚。说呀。这今天啊，要讲的是一个跟围棋有关的故事。一个热爱围棋的女子死后寄魂于棋盘之中，后来她又帮助了一个会下围棋的少年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。大人，此刻那个小宫女正和赵晨义相会在湖心亭。我且看看你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。所以说，小光是否能找到小亮？比赛的结果又是如何的呢？请听下回分解哟。下回分解，你就这么想来见我？我是舍不得这些糕点水果。
这些简单，我等会儿差人给你送过去。你以后若是想吃，我便让人天天做给你吃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以后呢，我去殿下您的宫里给您讲故事，到时候您再拿给我吃。我宫中。行，真的？这就算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赏赐了。以后，你便是我的专属浣衣婢。我允许你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回去。平时若无他事，便随时给我准备讲故事。好。不过我想了想，你还是比较适合动嘴皮子的差事。我这还不是为了攻略你吗？你不满意啊？满意，殿下您真好，比心。这旧账嘛，算是有了结果。我们来算算新账。这是德化新供给我的白定瓷壶，平日里我用的十分小心，你一来，全弄碎了。你还是好好算算，要讲多少故事才能抵得上我的白定茶壶？殿下，您之前交代的事情已经回消息了。如何？这陆姑娘是崇川人士，娘家和舅舅都在。陆姑娘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在家务农，是个清清白白的人。这宫中关系如何？与谁最为亲近？应该是她同住的宫女云竹。云竹？那个姑娘也调查了，家世清白，就是性格比较柔弱。柔柔好。那件事如何？安排妥当，詹师傅的人去问过了。掌事的太监说，这春日里啊，风干物燥，易起火，天气变化起了风，更容易将火势扩大。文渊阁走水就是这个缘由。大哥的人有没有插手啊？太子殿下菩萨心肠，宫殿都烧了，仅是当值的宫人罚了薪俸，其他的都没有深究。应该和那个姑娘没有干系。看来他身份确实清白。哎，没关系就好。今日心情大好，我赏你幅画。哎，不，你好像很嫌弃啊。没有。殿下，还不是您总画这些羞人的图吓小宝？睁大你的狗眼，两个孩童在下棋叫羞人吗？这不行。罢了，平凉府那边送来了特产，你去挑吧。哎，得嘞。这种俗物的精妙，小宝还是懂的。殿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雅致了？你嘟囔什么呢？没有，谢殿下。小左对着小光呼唤，此时小光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应召唤了。小左跟小光的超能力也消失了，消失不见了。那你说他要怎么打败小亮呢？那这个小左消失之后还会回来吗？不会了。那怎么办？欲听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啊！不行，不说我生气了。你接近我有何图？我接近你，确实另有所图。说。听你喜欢我，再说个土味情话哄哄他吧。说不说？殿下别生气呀，之后不是还有时间吗？刚好我告诉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有超能力。什么呀？就是我超超能吃。喜欢你是吧？我知道。你跟四殿下最近都还好吧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就是司治司内最近有些风言风语，他们说什么四殿下平日喜欢找些歌女为他唱歌，这次又换了个浣衣宫女。郡主，说闲话的人到处都有，我们呢就走好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你要能这样想最好了，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闲言碎语影响你们的感情。那现在四皇子殿下，
你了解了吗？是啊，赵晨毅，我真的了解他吗？殿下，小八，你去一下湖心亭。您不去找陆姑娘了？算了，等回来再说。好。怎么还没来啊？这都几点了？哎呀，听说有人痴心妄想，天天都去等着，也不看看四皇子是谁，不就是图他一时新鲜吗？喂，路人甲，你发什么疯？就是，我看呐，他就是被抛弃了，找咱们撒气呢。走。陆冉冉，人家说的没错呀，你让甘蔗丝给甩了。天哪，我都出现幻觉了，我居然都能看见甘蔗丝了。别笑了。让你笑，让你笑，打！四殿下，你就这么想打我？我。真是笨死了！前几日我外出办差，回复命就来找你了，可惜啊，某些人却只想着打我。没有，这。走。小宝，殿下，我这就把花送去韩章宫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季节还能培育出如此娇嫩的栀子花。下去吧。好。恭送皇后娘娘、二皇子殿下。儿臣给皇后二哥请安。四弟， 3个月了，居然还出现了第2个可攻略角色。奴婢给皇后娘娘、二殿下请安。天色不早了，耀儿，你父皇还等着我们一同用膳呢。是母后。宋母后二哥。义儿，你正值年华，玩乐无可厚非，但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才好。皇后这拿下巴戳人的人设，也是大数据统计了宫廷剧之后计算出来的。看来四皇子挺不容易的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喜欢栀子花吗？是又如何？栀子花不仅气味好闻，它的果实其实还能入药，有利肝、护胆、消炎、止血、消肿的作用。所以说，它不仅长得好看，气味好闻，还非常的实用。殿下真的是好眼光。你知道的倒是不少。殿下过奖。其实人们总觉得栀子花好闻，就觉得它是靠着外表和气味招蜂引蝶的，却不知道它其实还有那么多实际的作用。所以说，那些单看外表就判断一个人的人，是不是过于目光短浅，太肤浅了？你说这一朵小白花怎会如此招人喜欢？